不高的，对啊，你那个那块就来干多少好了。在不辛苦，我有来，他们都上医院了，上飞机那个多的，上什么？我讲楼梯，到了那机器我生产，那就是现在这个高压化这种设备，然后高压这个啥子一样的，这是个有的，啊，不多钱，你到那个普通的机器我生产，这样嘛，这样拿的，知道那东西啊，你看现在这个东西。几个多人也，今天的生活啊，就他这个嘛，也要看不是，老二人，就俺们看不是，就是说的，我嘞再一个，就他那种职业是他老外也不行，现在都没来玩俺妈看的，现在。